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因无属世界，正亲像我无属世界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7章16节。因无属世界，正亲像我无属世界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7章16节。这句话是救主耶稣基督家己的宣告。伊乃是天顶的真神，为着救赎咱人类的罪，亲自降生来到家己所创造物质的世界上。伊不属伫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伊是这个罪恶世界的终结审判者。互既然接受伊救恩的人，就被伊的慈爱接纳，成做在地如天，将来被接到伫天堂的所在，成做无属乎这个罪恶世界内面的人。这个世界的人因为罪带来了痛苦，所以因讨厌这个世界。因离开厝内面的人，离开虚华，到另外一个所谓世外桃源的所在去甲迷起来，敢若亲像无贪爱世间的最终之乐，也敢若亲像向着世界是死去啊！还有人因为痛苦伤大，煞来追求自杀，肉身真正是向着世界死咯。因的死是互世界的种种压力、痛苦打击致死，敢若亲像肉身真正向着世界死咯。基督徒向着世界死，甲讨厌这个世界，甚至甲自杀拢无共款。信徒向着世界死，毋是灰心，毋是丧志，也毋是讨厌这个世界，也毋是自杀，是耶稣基督甲咱对罪恶世界中间拯救出来，互咱伫基督耶稣内面得到了主丰盛的生命，享受神所赐的喜乐甲平安。虽然向着世界死，却时时徛伫神救恩、真理爱的立场顶面，尽当尽的人生的本分。一般人因为痛苦，所以讨厌这个世界，感觉讲伫这个世界无立足之地，所以灰心丧志，并不是甘心放杀这个世间的虚华，对世界的罪恶中间彻底要来分别出来。一旦若是有机会咯，向世界的心又搁活起来了。但迄个真正是属主耶稣基督的，因明白，因的生命伫主内面，主也伫因的生命内面。因虽然现此时活伫这个世界，却按照真神的旨意，靠着神积极的工作，建设美满基督化的家庭，因神益人，将一切荣耀归予迄个赐人永生生命之神。因无属世界，正亲像我无属世界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7章16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收听。